讲到高雄新兴障碍停车格啊，久长以来是拢无收钱，毋过有人是违法占用。即马交通局啊讲，10月开始，这新兴障碍停车格啊要收钱，一般轿车去占用也会掠较严嘞。 停车费的收费人员甲通知单夹伫咧新兴障碍者停车格车位，毋那安尼，路边的新障标志嘛有打广告，顶管写讲，因为新兴障碍停车格长期去互占用，10月初1就要开始收费咯。实际观察高雄市区的上宽甲便宜4块链等，每一个新兴障碍停车格拢是停满的。我会常常停无车位，不过我发现一项代志，就是讲停车位的。 这台车底下拢无刷到迄种感觉啊，都变做个人的停车位。约有300个长期遭到占用，那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以及不公平的现象，确保身心障碍者朋友的权益。交通局决定实施收费管理。交通局指出，目前高雄市有1177个新兴障碍专用停车格，因规划4城会改做是每6点钟收一改钱，6城会用算点钟的方式来收费。另外，新兴障碍者停一般的停车格优惠并无变，目前6都简单村高雄的新种停车格无收费，未来要开始收费啊！久久才使用一改专用停车格的新种人士嘛有家己的看法。政府的福利已经到达这样子了，我是觉得，以我个人，我是100%的支持。外地路龄40日，佮找到无一个停车位。本局统计，今年处地违规停车停伫个新兴障碍专用停车位总共有3900多件。未来交通局嘛会查核新兴障碍牌照的车主，看敢有伫咧社会局的资料库内面规规使用新种专用的停车格，警方会加强开单。也若甲停车证借互别人用的，嘛会互注销资格，而且3年内未当阁申请新兴障碍的停车证。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。